將用慈善基金會甲柑仔家居士，佇每年端午進前，都會邀請綠色朋友歡慶佳節。上早是照顧家友做起，喚起社會重視後，將重心刷到更加需要幫助對象。近10年來，陸續邀請各大綠色團體加入，就有澎湃大餐甲好天景，為綠色朋友帶來溫暖甲希望。雖然這只是一次小小的聚餐，但給他們的是一種祝福、鼓勵，特別是在他們遇到一些人生不快問題的時候啊，能夠想到還有一群人默默的幫助他們、關心他們。特別是我能夠以佛教的身份來給予祝福，我想這是他們會比這一餐獲得更多的。今年端午圍爐在北區基層火鍋舉辦，邀請台南市生活協進會、台南市脊髓損傷協會、台南市腦性麻痹之友協會、台南市主攻心臟協會、台南市福建青年力政會以及遊民視障協進會，加上陪伴者，總共241人出席，歡喜來吃美食。幸福，怎麼可以這麼幸福？日本天津仁波切也感謝各界愛心相助，繼續參與活動。希望眾人會當以慈悲來看待世人，向綠色伸出援手，為世界投注鼓勵善念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